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，也就是副总统赖清德，之前有讲过，咱的总统通入去北京的讲法，却引起议论，甚至有风声讲美国有来关心。不过，即马外交部是出面驳回，强调咱甲美国的关系是真密切。赖清德是搁再强调，死会坚持要维持现状决心。即马也传出讲，即国民党希望郭台铭出来选，分散掉郭文哲的选票。还有意是表示讲，这拢是无影无只代志。 在面对区域霸权的崛起，我也会沿用继续推动蔡英文总统的4大坚持，来捍卫我们的民主宪政体制，维持现状。伫造势场是中心维持现状，用中华民国台湾来团结社会。副总统赖清德要争取自控自事，正就是淡出台湾总统会当加入白宫的讲法引起讨论。金融时报阁报道讲，美国官员要求澄清，表示对赖清德两华关系的疑虑，但外交部长吴钊燮否认。美国的资深官员已经否认了，他们跟赖副总统团队有任何的关切。 那实际上，在过去这几年之间，我们跟美方之间的合作或者是沟通是相当的密切。对手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大骂赖清德哪会讲加入白宫，敢若是台湾总统上重要的任务。台湾是要面向全世界，这种态度唔对。我们不是要选美国的州长，我们也不是要选中国的省长，我们是要选台湾的总统。 所以也不用去说这什么这场选举是什么白宫跟中南海的选择，对吧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，伫面册发文批评赖清德，安尼空嘴报只是真危险。伊讲后个月会甲大家报告伊的经过政策，敢若对参选阁有空间。嘛，传出国民党要互郭台铭参选去分郭文哲的票，相关侯友宜的选情。这是无稽之谈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是我们大家要团结在一起，坚定自己的步伐。 要有信心，让下架无能、贪腐的民进党。侯友宜的民调是继续讲，礼拜国民党全大会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会参加。侯友宜讲真欢喜会当做伙来作战，即摆那也希望积极来整合大国的分裂，营造团结的气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